好，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先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网络来自习，也要对罗马书的内容来查考。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培训的中间，会当来得到济济的启示。这是特别搁为着花莲这个故乡受水灾影响的区域，甲遮个人来祈祷，恳求主你透过济济遮个志工、国军、政府的工作，会当来帮助因来赶紧来恢复。搁一摆为着暗示阮的组织来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大家平安吼。咱今仔日要来对罗马书第1章第1节，毋茫看会当讲到18节无啦吼。无要紧啦，讲无完，咱就后摆，咱则搁继续安尼啦吼。好，咱有讲到概论啦吼。概论的一寡概念来对批信的结构吼，是讲保罗咧写批的一种方式。咱来了解，嘛共款，咱会伫罗马书的中间看到，保罗写这个批信，互教会也是互国人即种即种风格吼。当然，咱知影着受什么款的教育的背景，伊就受什么款的影响吼。所以保罗基本上有两种的身份伫伊的身躯顶吼。这个背景影响伊到伫进入第3个身份。头前的就是讲伊是出世就做罗马人吼。这是伫政治上的一个身份。但是伫宗教上，伊阁是伫希伯来人，阁是伫法利赛派的训练的中间。这两个影响伊真大吼。但是到落尾，伊受到圣神的光照了后，伊成做基督徒。伊要甲这3个物件放做伙，伫伊的宣教内底，这是咱爱先有的这个背景啦吼。所以伊咧写批的风格，当然受到希腊的传统影响真深啦吼。所以咱会当对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这段这请安的形式来看见啦吼。《雅各书》第1章第1节做一个对比，讲做上帝甲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线伫这个12支族的人就甲因请安啦吼，请安安尼。所以这种请安的方式，伫当初时算是一个希腊式的一个写批的风格吼。但是伫使徒行传15章23节，嘛是咱会当看到讲，迄当初时伫耶路撒冷的这的使徒，因写批互伫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的这个外邦众兄弟的安。咱知影伫迄个时阵有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保罗第1届的旅行转来了后，去甲因报告，去伫耶路撒冷甲因报告外邦安怎受福音的影响吼。因安怎真欣赏这个福音吼。但是有犹太人家己去伫安提阿遐，就讲无共款的话吼。所以使徒就需要写批来甲因说明吼。伫这个批的中间，咱也看到讲真希腊式的写法，就是一开始就是请安吼。什么人甲某一寡人，就是讲写批的人甲收批的人一开始就写吼。所以使徒甲做长老的兄弟吼，问什么人的安，就是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这的外邦众兄弟的安吼。这是真典型的啦吼。然后伫使徒行传23章26节这个所在嘛有写吼。
哦，使徒甲做长老的来问安提阿事了，这拢咱会当看见，这个内底拢是真典型、真希腊化的请安文啦吼。但是呢，用即种真典型希腊化的请安文，保罗佮加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物件放伫个内底，互即个请安文真直接伫转化，成做一个基督化的请安的形式啦吼，所以伊就放一寡，比如讲主爱、恩惠，还是平安，放伫个内底吼，放伫个这个内底吼。咱会当看到足侪个例啦吼，以弗所书第1章第2节，保罗的话讲，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吼，这都已经足典型的基督化的物件吼。同款的物件嘛，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2节嘛是同款吼。过来伫加拉太书第1章第3节嘛是安尼吼，这是足典型，看起来拢足同款的吼。好保罗伫罗马书写互即个罗马城市的基督徒的批信中间，伊写得足客气啦吼，足客气，咱会当感觉讲，伊好那姿态摆得非常低，望伫即个罗马基督徒对伊留落真好的印象吼，这有一寡背景伫咧啦吼，所以伊真期待因，毋是干那看到头前请安尔尔。看到同无爱看安尼吼，伊望遮个罗马基督徒会当继续看伊后壁所要写的，吼咱知影，对遮个传统的称呼来看，有几个比较较有可能的因素啦吼。保罗伊对罗马教会大部分的信徒无熟悉，这是绝对的，因为伊毋捌去过遐。伊对罗马教会的熟悉，拢是对伫罗马出来犹太人甲伊讲，罗马安怎，伊望会当甲即个福音带去伫遐，甲因相甲分享吼。所以这有一寡落差吼，咱咧讲落差安尼啦吼。嘛真有可能甲某一个程度甲一寡英语讲叫做 rumor 啦吼，一寡无好的传言有关系啦吼。就是有一寡人，就是遐犹太人，专门咧对保罗遮个人吼，咱知影遮个引号内底一句话，就是因控告保罗的一个原因啦吼，就是讲保罗专门吼咧对抗即个摩西的律法吼，所以当保罗受领的时阵，遮个人安尼讲，就讲伊搁带外邦人入去内底来即个互即个圣殿抹拉散吼，等等遮个吼，所以保罗受控告的原因，就是伊传福音互即个外邦人，搁拢咧批判摩西的律法等等遮个原因啦吼，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吼。过来，因为保罗伊逐世纪拢去讲到伊外邦使徒的身份吼，这内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外邦的福音，第二个就是伊的使徒的职分啦吼，所以伊将伊家己提升到伫甲使徒彼得使徒因的共款的位阶的时阵，引起真侪犹太人吼会无满意吼，歹势即个字毋对吼，我小顺便改一下吼，引起这基督犹太化的基督徒的不满啦吼，因感觉讲你哪会当遮骄傲安尼啦吼，所以伊基本上伊写批写足客气，就是伊原来毋望会通得到因的认同吼。虽然真客气，但是伊感觉伊迄种使徒的身份，伊感觉真有把握，嘛感觉真伊感觉真公平安尼吼。所以犹太人的因的想法就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使徒，才算是使徒学生吼。那犹太自杀了后抽签出来这12个，因算是正式有承认啦吼。
那无咧啊，咱咧讲啊，保罗若家己讲伊是一个宣教师，还是讲一个传福音的人吼，都检测就较无问题安尼啦吼。但是嘛无一定啦，因为犹太人就是要找伊麻烦吼，你安怎讲拢有问题啦吼。好，保罗批信的中间，伊当然真强调伊所领受即个使徒的权柄吼。啊，即个使徒的权柄，咱若用个对希腊文的了解，也是讲对伫信仰的了解来讲，使徒即两字，除非你用迄种大写做头前吼，保守啊，那无用大写的时阵，就是一般有受呼召、受差遣的人，咱拢会当讲是有使徒的职分的人啦吼。啊，若写大写，这当然是咧特别指这12个吼伫圣经中间所承认的的使徒啦吼。但是保罗所强调是，伊是伊的服侍，伊的呼召是专门针对伫外邦人，特别伊嘛讲到，讲伊吼，伊无爱伫即个别人的即个基础顶悬来建立教会吼，所以别人的基础咧指啥物诶？别人的基础基本上就咧指讲。使徒因伫罗马伫迄个伫犹太人的中间咧传福音，吼，所以保罗伊家己的意思就是讲，伊所要传福音的是伫别个基础顶悬，是伊家己要开拓教会，伊家己要去宣讲耶稣基督国活的福音，吼，伊无爱去伫即个犹太人的即个基础顶悬伫遐。来传福音吼，大概是伫伊所坚持的，是即个部分啊，所以伊嘛真强调伊即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安尼吼。第二点啊，咱诶中间讲有人调工传讲保罗吼，伊诶教导有问题啦吼，嘛就正讲罗马教会对伊诶国人产生疑问，因为咱知影罗马诶福音真有可能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啊，咱伫概论诶中间有讲着吼。使徒行传第2章圣神降临诶时阵，有一寡人对罗马倒转来伫遐。来听见彼得因的讲道，然后相信耶稣基督，吼也是讲因领受迄个迄种因领受洗礼约翰迄种信息，因相信这个，所以因倒转去，倒转去，当正的人来中伤保罗的时阵。因就对保罗可能会产生一寡疑问啦，吼，对伊诶信息啦、伊诶教导啦，吼，所以某一个程度，咱嘛当看到讲，伫即个保罗诶批信中间，其实伊嘛对伫摩西诶律法有一寡挑战啦，吼，当然是这是确定啦，吼。啊，但是迄个挑战毋是否定啦，吼，像好那亲像咱人嘛质疑。耶稣基督是要来废除迄个律法吼，但是耶稣讲无，伊毋是要来废除，是要来成就吼。所以要安怎个较快去了解，这是咱即马要做的功课啦吼。罗马书第6章23节保罗强调讲，罪的代价就是死。罗马书第7章咧讲到律法，互人知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敢若亲像咧批判讲摩西律法无好的迄个意思吼。所以伫迄个中间有真济的误解吼。这拢诚做保罗咧写罗马书中间，伊安尼真强调真爱去解说的一个部分吼。这嘛是咱咧看的这中间爱去了解吼。嘛，因为安尼，所以伊真强调迄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相对并就是行为，行为就是甲律法的规定有关系，吼。所以保罗反对行为称义，有人就甲解说讲保罗反对摩西的律法，吼。安尼传言出去了后，有真侪教会，特别是罗马教会，毋捌看过伊，毋捌伊，
对伊来讲，就有一寡诶误解会产生啦吼。好，咱入来看第一节啊，伊安怎写？伊讲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上帝选调做使徒吼，这足重要诶吼。这是伫保罗伊咧写批信中间，伊诶宣告中间一个真重要诶职分啦吼。吼，就派传伊诶福音安尼吼。仆人吼，咱知影仆人，若对咱即马咱诶角度来讲，特别是伫保罗伊伫另外所在讲，你若接受着救恩，你就无搁再做奴隶，是做兄弟，做上帝诶囝吼。即个概念了，咱开始咧讲着讲，咱诚做上帝即个所呼召诶对象，咱是做一个仆人，毋是奴仆吼。毋是奴才啦吼，毋是奴才。但是事实上，伫原文来讲吼，这 dolos 这个字是当初时诶社会制度，伊就是奴隶吼，伊是奴隶吼。咱知影保罗伊本身是一个自由人啦吼，伊是一个自由身咯吼。伊自由人，佮竟然伊家己宣告讲，我是耶稣基督诶奴才。吼，咱若用较白话来翻译来讲吼，我就是耶稣基督诶奴才保罗。奴才诶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完全，伊即个人诶性命完全属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用伊就用伊，耶稣基督讲动伊就动，耶稣基督若要甲卖掉，伊嘛是伊诶财产。吼，所以伊是一个自由人，竟然家己宣告讲，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无主权。吼，咱知影即个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安尼啊吼，伊是一个自由人，吼，咱讲用现代话叫做自由意识啦，吼，自由意志会当去选择，但是伊竟然选择讲，我要做耶稣基督的奴才。咱知影迄个奴才制度，就是讲伊完全对家己拢无主权啦，吼，拢无主权吼。这是保罗伫遮第一句话所咧表达的代志。伊啥物无主权？第二句话就咧讲即个物件啦，吼。所以即个所在咧讲着迄个仆人，其实是意思是足深啦，吼。咱来看着罗马书6章17节，伊嘛咧讲，恁进前做罪的奴才，咱就直接翻译吼，奴才就是讲失去自由，伫罪内底已经失去自由啊。但是即马因为心来顺服，吼，就来接受，吼，这就无共款啦。本地无自由，伫罪内底做奴才，但是尾仔就得到讨放，吼。所以22节讲，现今恁既然对罪得到讨放，这个恢复自由身啦，吼，恢复自由身，做上帝的奴才，吼，对罪的奴才内底得到讨放，进入伫上帝的内底，做上帝完全的这个奴仆，吼，奴才也好，吼，都有正成的果子，吼，结果子就是咱讲福音的果子，吼，成圣吼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这个果子的目的是要得到永生，吼。所以咱知影吼，伫遮保罗就已经甲这个罪的奴才甲上帝的奴才两个物件讲啊足清楚呀。罪的奴才就是死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做上帝的奴才就得到永生，所以这一个生跟一个死，这分啊足清楚啊，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嘛咧说明伊家己啦，吼，要说明伊家己，伊诚做进前是罪的奴才，吼，真侪人嘛做罪的奴才，吼，然后因为福音。耶稣基督过我的救恩，互伊得到自由身。这个自由身是家己选择来做耶稣基督的奴才。这个奴才的结果是得到永生。吼，安尼就真清楚，伊所要表达的，直接就已经讲啊非常清楚啊啦。吼，好，伊做耶稣基督的奴才的目的，就是要成做使徒。吼，就是讲，互
主耶稣来呼召被呼召来成做使徒咱来看到这个阿波罗使徒就用小写，毋是大写，大写的指12个使徒安尼好。所以保罗是强调伊对上帝遐对天来神圣的呼召，互伊成做基督的奴才。迄咱亲像以赛亚先知嘛咧讲到伊家己的呼召伊就伫遐讲，我阁听到主的声音，我会当找见什么人愿意为着阮去咧讲着讲，我伫遮，请找见我。所以伊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志，我伫遮，请找见我。撒母耳嘛是安尼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亚伯拉罕伫还阁毋捌上帝的时阵，伊嘛受到上帝圣神的呼召。摩西还阁毋捌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伫迄个西奈山顶甲伊呼召。以赛亚咱拄则读到的经文，伊嘛是受到上帝的呼召。耶利米嘛是伫巴肚底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咱有看到圣经内底有济人因受呼召安尼保罗伫这个所在特别来强调迄种伊自早就伫上帝的计划内底像加拉太书第1章15节。伊就母胎就分别出来，佮施恩互伊来呼召伊的上帝。这用亲像亚利米受呼召共款啦所以咱知影讲，保罗伊家己知影讲，伊的呼召是早就伫上帝的计划内底毋是安尼无意过中间去互上帝无说字拄着，毋是伫上帝的计划内底。伫伊要去压迫教会时阵，上帝就甲伊显明所以伊甲加纳太教会的遮的地区的教会基督徒咧讲的，伊的呼召就是安尼真清楚因就会通了解到，亲像亚利米先知所受的呼召，上帝伫在早就已经计划，伫伊的腹肚底就已经捌伊还未出母胎，就甲伊分别做圣。然后就来甲伊呼召，差派互伊做列国的先知安尼啦第20讲，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记载伫圣经的应允。咱就知即句话，咱就知影讲保罗伊真望伫罗马教会内底的犹太人会通知影伊所要传的信息那外邦人就毋知影先知书的记载啦犹太人就特别是知所以虽然伊知影伊咧写批这中间有真侪犹太人拢已经去互受赶离开但是伊犹原知影因伫犹太的会堂内底咧聚会，所以保罗嘛真意爱讲，才会受到犹太人一条故意去讲一寡无事实的话的遮的犹太教的正统的人来了解嘛真有可能迄个伫罗马的教会，因就是受到犹太的影响真深，所以因就是对这个犹太的这个线路开始来解说所以这个福音咱会记哩对保罗伫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搁活的主这个物件是伊咧传的啦所以伊伫遮咧强调是犹太的正统，伊所咧传的福音毋是一个新的布出来的，毋是异端，毋是邪教。罗马政府当初是对基督徒的压迫，是因为因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邪教，因讲因食人的肉，啉人的血这是对圣餐的误解所以因保罗真清楚要对伫这个犹太正统来说明搁活的基督这个福音，毋是新的毋是奇怪的，是照伫先知就已经早就有言伫咧那伫这中间咧讲到圣经，伫
伫迄个时代咧讲圣经，当然一定是讲旧约。啊，旧约伫犹太人的旧约包括啥物诶？包括摩西五经，就是律法、先知书、甲诗篇等等遮诶吼。所以保罗所咧强调诶，耶稣基督诶福音，即个搁活基督诶救恩，毋是家己变出来，是伫先知书已经有记载吼。啊，所以亲像伊咧说明伊诶即个受呼召诶职分，伊嘛是引用耶利米诶背景来去说明吼。好，啊，福音就是咱知影吼，伫即个非常重要诶一个基础。福音就是咧讲着耶稣基督搁活吼，搁活。啊，保罗嘛强调伊诶受呼召，就是为着即个福音诶存在。吼，就是即个福音的存在。第3节、第4节，伫请安说明了后，伊就开始讲到，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就是拄则咧讲即个先知的预言啦。内容是啥物货？讲到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过来，伊个讲对人性来讲，伊是大笔的后代安尼啦吼。圣洁的神性来讲，上帝互伊对世人中讲，我用大权能显明伊是上帝好。伊第一个说明是伊是上帝的囝。伫旧约就是咧讲着上帝的信仰尔尔。吼，到伫新约正有咧讲着上帝的囝耶稣是基督，这是彼得的信仰告别。吼，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吼，啊，咱歹势，这个毋对吼。好啊，咱就看到即个马太福音16章16节，即个保罗所咧引用迄个概念，是彼得所讲的，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即个概念。所以保罗的神学所咧强调就是即个部分，基督论最重要的物件，就是对犹太人的弥赛亚的预言。吼，啊，即个是伊咧说明伊后壁所要教导、要提醒的物件，是照着犹太的正典去思考的。吼，对肉体来讲，人性吼，咱讲人性的肉体吼，就是大笔的后代。大笔的后代，就是对大笔的世下落来，伊是大笔的子孙。吼，因为伫即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内底咧讲着亚西的根啦，吼，亚西的根、亚西的后代、大笔的世下，吼，这咧诚做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咱讲亲像约翰福音咧说明的神学，就是迄种道成肉身来解说，道是上帝，吼。伫咱若等于看约翰福音第1章，吼。起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成肉身，就咧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好，大笔的细下，咱会当足简单对马太福音第1章即个耶稣的家谱来看啦吼。啊，我牧师小可甲咱整理出来安尼吼，因为你若去看着吼，亚伯拉罕生啥物人啊？啥物人佫生啥物人吼？啊，看啊，当回哥哥安尼吼。我当甲名拢总写落来伫即个所在吼，拢总有3个14代啦吼。不过第3个14代有一个是爱重复的，才有14代吼。咱小看咧，啊，就是咧讲着耶稣对伫大笔落来吼，大笔落来啊，伊是大笔的子孙，伊是大笔的后代吼。保罗伫即个所在讲啊真清楚吼。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的讲道的中间，伊嘛讲，大笔既然是先知，佮知影上帝要伊来救抓，要对伊的后裔中间立一个坐伫伊的宝座。啊，这咧讲啥物啦？这是咧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吼。那预先看明这件事情，讲论到基督的复活哈，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得朽坏啊。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对彼得开始就开始咧说明这个福音，搁活的基督
国外基督好。过来，迄个接续伊讲到圣洁的神性啦，这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伊嘛是讲真清楚的，就是咱拄则看到这个所在上帝已经大声显明互伊的身体无朽烂，这个耶稣上帝叫伊割活，这是神性若无有上帝的质，无有人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割活安尼好，伫即个内底，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割活，上帝已经叫伊割活，即个叫伊割活，伫迄个神性内底，伫神学顶悬咱有讲会当讲指定，也是伫按立亲像牧师咧按立迄种诶就是讲咱咧往学典这个物件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特别指定伊来行即条死埋葬落刑府第3日对死人中割活，对死割活我无写但是咱知影耶稣捌讲过，讲即个世代无阁有新约，只有啥物货？只有用那用那代表是啥物货？伊食伫鱼仔的腹肚底。咱若看约拿书第2章，伫迄个阴间的门宫内底伫迄个海的内面，迄代表死3工。然后第3工，上帝甲伊吐出来，对死的权柄，即个鱼仔代表死的权柄，死的刑罚，甲伊吐出来，然后伊就割活所以3日了后割活是耶稣咧讲即个约拿的新约伊咧代表讲，即个是咧表明伊家己本身也要对死割活的意思啦第5节到第6节使徒的恩赐就是讲伊咧说明讲伊受呼召，伊讲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为着基督的名，要互万民来顺叹，嘛要包含即个才会受选召归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伫遮咧讲真清楚，伊甲伊的同工受着恩赐来做使徒，即个恩赐甲咱咧了解基督徒咧讲迄个恩赐，其实无共字啦伫即个内底较济是咧讲到恩惠，因为主的恩惠，互我得到积分啦所以咱看到现代中英译本伊的翻译用恩赐但是和合本咧讲到恩惠，和合本是较照着原文咧翻啦所以是因为主的原因，咱咧讲基督徒所领受的拢是被动的被动的是讲因信被称作义，因信被称成圣，因为主的恩惠，所以互我成做使徒的积分所以迄是被动的互迄个恩赐，迄个恩惠是上帝主动互我，然后我才有法度领受即种呼召所以使徒行传第9章咧讲到保罗的呼召的过程，咱就知影保罗原本伊毋是咧伫遐要成做一个使徒，毋是伊出去是要来压迫教会，要来压迫基督徒，但是却被动去互光照着，伊失去所有生活的能力，然后上帝甲伊差遣，甲伊医治，互伊会当成做使徒，开始热心传福音。这拢是被动的迄拢是恩惠，所以咱看到迄个过程，保罗受呼召的过程来讲，伊真正受到恩惠，对伫失去所有能力的即个状况的下面，然后搁一摆受到医好，然后对压迫者变做一个传福音的使徒这是一个恩惠的过程安尼啦所以伊要宣扬的是基督的名为着基督的名。即咱会当去思考，亲像即个诗篇23篇大笔的诗篇讲的，为着伊的名，引带我行义的路为着基督的名，所以伊受恩惠来传割活的基督，因为基督的名伊用有迄个圣神的能力，
甲伊三甲地底，然后就来传福音，互众人会通因为安尼来捌即个搁活的基督。吼，啊，伫经文即个所在咧讲到，互遮个受调的人，吼，也是讲万民，吼，万民咧讲啥物货？伊若毋是咧讲外邦，伊就只要讲犹太人就好啊。若讲到万民，通常是咧指犹太人以外所有的民族，吼。伫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咧讲外邦人，吼，外邦即个所在，吼。咱搁讲到即个字啦，吼，咱前礼拜咧卖迄个希诺奇的鱼仔内底，就有即个，吼，即个用 th 来念啦，吼，嘿，吼啊。ethnicity 吼 ，ethnicity 这是外邦的意思啦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伊翻译做万民吼，所以意思是讲，即个福音毋是简单要互即个犹太人尔定，是要来互万民。啊，这互咱来想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啦吼。耶稣基督大使命伫马太福音28章讲真清楚，有讲几项重点。权柄，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赏赐互我，所以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特别的指定，得到权柄啊！吼，这第一个。过来，恁着去受到呼召，比如亲像保罗，还是亲像彼得，亲像遐个12个使徒，还是其他的遮个门徒共款，都爱去招万百姓伫遮吼，万百姓来做门徒，吼。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搁转来伫遮耶稣基督的名，吼，爸囝圣神的名是共一个吼。伫即个所在，即打破犹太人传统的了解吼。咱知影即摆搁有一个教派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因敢若相信上帝尔定吼，因无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即个福音啦吼。好。所以讲，互因来归伫上帝的名、爸囝圣神的名，搁来互因遵守，这就是保罗咧做诶代志。伊写批互所有教会基督徒，就是咧说明咱要安怎做，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活命啦，吼，会永远活的活命吼。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耶稣伫这大使命的中间。互因来归属伫耶稣基督，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伊传福音的目的啦吼。过来伊伫这个所在有强调着讲，伊写这个批的目的吼。第七节讲，我写这张批互恁所有住伫罗马，上帝所听、所选调做伊信徒的人，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好哪一段足清楚的结束啊啦吼，嘿所以伊伫即段请安说明了后，伊做一个结束咧讲到伊写批的即个对象就是住伫罗马的基督徒吼，罗马的基督徒。咱知影伫第5节特别讲着是外邦的基督徒，对历史的背景来看，咱嘛知影迄阵伫教会内底大部分是外邦人，因为亲像阿基拉甲即个别基拉因夫妇，伊就受到皇帝来赶逐，因离开罗马吼，所以迄个时阵留落来伫会堂内底咧聚会，真侪真大比例是外邦的基督徒。甚至当犹太人离开会堂罗马了后，会堂的主政者是外邦的基督徒啦因为犹太人拢离开啊嘛所以伊即个对象其实足清楚，就知影讲伫遮的但是伊无写遮尔大的分别，伊讲所有受选调做信徒的，当然这包括。将来伊面对的犹太人希腊人，还是讲咱讲外邦人共款所以伊的对象就是愿意接受到耶稣是救主的人，拢是啦所以
即句咧表达的迄个福音的本质啦，吼啊，咱知影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咧讲着上帝疼世间人，是毋是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因，叫一切相信伊的，未至到灭无反得着永生，吼。那这就是咱拄则咧讲福音脱离罪的路财，成做上帝的路财，两个的差别，一个是死，吼，一个是活永生，吼，这是迄个差别。哦，所有相信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哦，所以第17节嘛讲真清楚，啊，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毋是要来定人的罪，是要互人来，因为伊来得着救，吼，啊，信伊的人无受定罪，这就是咱咧讲迄个罪的路财啦，吼，无信伊的人罪已经定啊。哦，这嘛真清楚啦吼。约翰伫这所在就已经讲啊真清楚，保罗嘛一直咧解说这个部分吼。所以伫遮就真清楚，伊要所写的是遐得救的基督徒。世间人当然伫这个所在咧讲的，就是亲像第5节所咧讲的万人啦吼。好，伫这个所在伊咧讲着上帝所疼的，这个疼是原文吼。伊这已经已经有变字啊吼，伊原文的字叫做阿加佩吼，伫后壁遮阿加佩咱知影就是上帝的大疼啦吼。伫这个所在是阿加佩托斯吼，已经是有变形的是已经有形容词伫迄内底，上帝伫所疼伊即群的人的中间。伊的字根就是阿加佩，上帝的大疼，上帝用大疼所疼的即群人吼，即群人安尼就好哪亲像咱拄则讲，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真疼世间人吼，迄个英语的翻译讲，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吼，遮尔啊疼吼，遮尔啊疼的对象安尼啦吼，所以。借着安尼，上帝就将这个福音、将这个救恩来赏赐互因。只要是所有受掉来做信徒的人，拢会当得到这个吼这就是伊咧讲着伊写批的对象甲伊的目的，然后伊就开始请安嘛吼头前有请安后壁佫请安，佫真清楚愿拜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就是咱好哪亲像咱咧讲咱的祈祷嘛是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圣名，也是讲伫大使命中间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共款。伊伫这个所在，伊特别强调爸甲主耶稣基督，是咧表达迄个耶稣甲上帝是平等的，迄个概念啦吼。这对犹太人来讲吼，这是足大的违背，也是讲足大无法度去接受的一个概念吼。伊对因来讲，只有一个上帝尔定吼。但是咱若知影，对希伯来文若咧讲上帝，其实拢是复数的吼 ，Elohim 吼，这个上帝是复数的吼。你这个概念伫约翰福音、伫保罗的神学内底讲真清楚啦，吼，讲真清楚。所以伊有上帝的形象，伊伫写互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中间，也讲真清楚咧，讲着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伫遮也真强调迄个耶稣甲上帝迄个平等的一个位阶安尼啦吼。伫这个所在，伊阁用着上帝的恩典来共款来祝福大家啦吼。伊共款，这个字嘛是甲伊受呼召做使徒的即份共款，受着迄个恩惠、迄个恩典。这个恩惠平平要赏赐互所有读着这个批阁遵守的人安尼啦吼。就像咱伫礼拜聚会中间有个人会讲吼愿读圣经读了讲吼，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阁去行的人吼，迄个意思啦吼。好，当然伫这中间咧讲着平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亲像耶稣基督死搁活的时阵，甲伊的门徒讲愿恁平安共款，因为迄阵人无平安。
保罗写批互罗马的时阵，罗马的基督徒嘛无平安，因为犹太人被赶走啊。啊，外邦人除了你是伫罗马的人以外，嘛真有可能其他外族的人嘛会受到压迫，嘛有可能吼。啊，伫迄个气氛的中间，啊，因嘛真需要有平安，特别因伫教会内底，伫会堂内底，伫遐敬拜耶稣基督。而且即个基督教，阁是伫罗马政府内底看做邪教无合法的一个宗教的时阵，因阁较需要主的平安甲因三个伫咧吼。所以第七节，保罗甲罗马教会的头前即个请安罗尾咧讲着愿恁平安，即个真重要。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嘛甲遐的门徒讲：我留了平安互恁，我将平安赏赐互恁。吼，即个平安就是爱因无忧愁，莫惊吓，即个非常重要啦。吼，即个非常重要，就是许多也是讲面对的困难，也是讲罗马的基督徒，也是其他的教会基督徒，因所面对的吼，因的烦恼啊，因会惊吓吼啊，所以这个平安对来讲是非常重要吼。好，诶，时间换了差不多啊啦吼，今仔敢讲7节尔吼，啊，咱后壁无要紧，讲义先互咱啊吼，啊，我会阁继续写啦吼，啊，就是咱家己哪看啊哪读，啊，你若有问题，咱就来讨论安尼吼。好，以上有人要问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敢有拢无问题？拢无吼？好哦，安尼无咱就到这结束了吼。啊会记你明仔载几点？伫中原国小8点哦。8点吼，8点嘿。啊，今仔较早困，啊，明仔载较早起来，啊8点来做伙运动安尼啦吼。好，好，咱今仔到这，咱请慧玲执事可以带我们祷告吗？我可以，但是我因为不方便没关系，凭着感动，没关系，那请祷嘉耀告哈。哥好了，请嘉耀哥带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门。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今天进入了罗马书的第1章1到7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谦卑的称自己为奴仆，愿意服在你福音大门之下，愿意成为那外邦人的使徒。主啊，同样你的恩惠也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也愿意来承接蒙召，领受你的大使命，愿意为你来做见证，让福音能够在我们的周遭，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你。父神，谢谢你借着罗马书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思想真正福音与我们信仰直接的关系。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可以共同来研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要为着呃今天李牧师娘已经蒙主你的恩召，也求主你安慰家属，还有也帮助像从容的相关的一些亲属，他们在准备服侍这之后的事情，我们也求助你自己，那与他们同在，那让他们在备办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顺利。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将明天我们仍然有一个149周年
的一个运动会，求助你在那当中，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可以更紧密。谢谢主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即将要分散，也求主让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睡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妹。阿门。